我面對這份愛，不止抱歉萬次，唯獨你怎麼都不介意。閒話任人講，幾多詆毀咒罵，仍舊堅持。在我害怕的事，說我可以。你面對我受創，比起我更在意。然後你更不住糾結望向天，盼望放晴。當然你沒可能逆轉天意，但你不自量，仍然去試，令我忍着淚從頭開始。誰好得太過分？誰死心塌地作我護蔭？淡淡然微笑着，若要哭得比我狠。誰不准我慰問，只准我放心，盡到為我分憂解困。即使我明明有錯，一雙腳如何分進還在震。誰天黑會抱憾，天光太敏感，總渴望有多些指引。迷途後我向自己捉人，好好感我人生。我怎麼向愛人，才不管我在哪裏被困，但願牢牢抱着，讓理智通通不要緊，填補所有責任，修補我決心，不再讓我天空灰暗。想講我嘗試愛，恐怖仍然與我無限近。使唔使大家抱得太過分？嚟啦！你講2026音樂擂台選拔賽冠軍唱 K， 唱 K 憑住佢非常似姜老師嘅聲線呢，係奪得今次第4次現場版嘅出場資格。真係公道講句啦，唱功都有嘅，即係佢唔係得個似字嘅，即係個音準嗰樣嘢都有喺度嘅，所以都恭喜你得獎。係啊，同埋咧我諗觀眾都期待同我哋一齊合唱或者唱姜老師以外嘅歌，會係有啲咩嘅感覺咧？即係唱其他歌㗎啦，OK？係啊，我唔彈㗎啦，OK？咁啊，恭喜姜老師，AKA 唱 K 先。你睇，我係彈詞俾我啲。